台上新的消息，咱会随时报互乡亲知。先来看韩国瑜，伫这个高雄市长的选举，摕到89万票，有2600多万的选票的补助款。即摆阁要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。文化大学的教授胡佑维讲，那依照着国民党的民调，韩国瑜的支持率47.7%，安尼当摕到900万张的选票。时代力量的立委徐永明就批评了，讲这个韩国瑜若真正摕到900万的选票，安尼市长加上总统选票的补助款，至少会当赚3亿。伊是来算这个韩国瑜，真正是选举发大财咯。啊，针对这点，韩国瑜嘛有上新的回应。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讲，若是韩国瑜2020的总统大选得票数度加国民党民调同款，有47.7%的支持率，那呢就使达到900几万票，选举补助款1票30块，选一摆总统会使领到2亿7千万。若果加进前市长选举2700几万张，韩国瑜靠市长、总统2摆选举，选票的补助款至少有3亿。针对徐永明批评韩国瑜伫市府出席购物节的时有回应。 谢谢啊，因为这个补助是全国一体适用，好吧？好，如果大家有意见，洪泰要来啊，针对洪泰方面要安怎应用，韩国瑜讲。3点我会跟李时川副市长先查一下清淤这一块跟防台有密切的关系。另外6点钟我会正式进入灾防办，然后我们灾害防治中心来整个来统筹来看看我们防台的准备。今天会做两件主要的事情。 洪泰来啊，就惊讲外界如果认讲伊袂用选总统，无顾高雄市民的安全，即马拢咧等市政府每一个局处做好完全的准备。